家好，咁我哋介紹下先啦。我叫 Alice， 呢個係我先生阿峰嚟嘅。咁咧其實可能大家移咗英之後咧，都做咗好多走出自己 comfort zone 嘅嘢。咁例如我哋咧，就我自己嚟咗英國之後咧，先開始玩自彈自唱嘅。咁就唱咗3年到啦，都係自己屋企彈下唱下，同埋 upload 啲 YouTube video 咁啦。咁自學吉他咧就2年。咁我先生咧就仲犀利，跟住咧佢其實自學咗 bass 大概半年多少少。咁我哋就有我哋第一次嘅 busking， 咁啊希望咧競逐呢個年度最成熟新人。咁係啦，唔好意思啊，都要少少時間再 tune 翻個吉他先。就第一隻唱俾大家聽嘅係我近年比較喜歡嘅一個香港唱片歌手TVT 嘅最少做一件美好嘅事，咁就係。你有邪惡，有頹廢，有塵化，但可愛。穿加厚的新化衣，坐旁邊仍有害。我話無悔就無悔，毒蘋果亦照在。時代太壞，又再等，怕我已不再。最頭嗰句嘅時候，你有邪惡，有頹廢，有塵化，但可愛咧，我係會諗起我個女嘅，因為有時咧做父母都係一個好自虐嘅一件事。咁下一首咧都係我另一個近年好喜歡嘅香港唱嘅歌手歌Serrini 嘅一首歌，咁而
而家就會帶大家去流浮山滴眼水。貼住呢個去旅行嘅感覺。嚟緊呢首咧係香港一個好出名已故嘅填詞人林振強先生最後嘅一件作品。咁個 MV 女主角咧係張柏芝同埋佢哋咧係喺英國取景嘅。送俾大家哥哥張國榮嘅《春夏秋冬》。冬天該很好，你若尚在。
先生嘅另一首填詞作品嚟嘅，咁係我童年最中意嘅歌手，亦都係我最喜歡嘅一隻歌。但係咧係好冷門嘅歌，咁係陳百強嘅《我和你》。阿峰咧會就係吹 trumpet 嘅，咁我俾佢幫我下少少先，因為個樂器都要幫我。因為吹本身係 brass 同埋woodwind 嘅樂器咧，都要有啲 warm up 翻，令到個 metal 嘅聲出嚟係準翻嚟。
咁但係希望咧，每人都可以繼續出一分力咧，令佢變得係 imperfectly perfect 咁啦。嚟緊呢一首歌咧，下一首歌就係夕爺林夕填詞，梁頌德作曲嘅，咁係衛蘭嘅《就算世界無情話》。冇人打，佢比較忙，我要轉個樂器。我唱埋最後一隻歌。sorry 啊，鬧交咗少少。咁呢隻都係同頭先就算世界末日一樣，都係雷頌德嘅作品嚟嘅。咁作詞人咧比較特別嘅叫阮世生，佢係一個編劇嚟嘅，如果我冇記錯。咁呢隻歌咧就叫做《誰願放手》。咁其實有時我聽到呢隻歌嘅時候，我會諗起令我有少少鄉愁嘅，好似諗起以前嘅香港咁樣。咁送俾大家《誰願放手》呢隻歌。
祈求再遇上，不放棄，不逃避。今天失落才明白，默默到尾。越是懷念你，越怕沒法一起。誰得到過，願放下，曾精彩過，願挽留。然而越逝去，越是覺得深愛你。如果失約，在這生無需相見，在某年完完全全共聚一生，也願意。來這年這一天這地，重見曾只相識的你，笑得輕鬆中帶傷悲。談你談我的新趣味，無法忘記當天的美，你的關心不過演戲。多少歡樂常回味，天空中充滿希冀，祈求再遇上，不放棄，不逃避。今天失落才明白，默默到底。越是懷念你，越怕沒法一起。誰得到過，願放下，曾精彩過，願挽留。然而越逝去，越是覺得深愛你。如果失約，在這生無需相見，在某年完完全全共聚一生，也願意。完完全全共聚一生，也願意。我哋交俾下一位表演者。